歡迎收睇6月20號嘅足招，咁世界盃嘅第10日啦。咁今日繼續帶嚟兩場嘅足球投注分享，咁就係荷蘭對瑞典嘅大波，同埋突尼西亞對住日本嘅日本上盤。荷蘭對瑞典嘅賽事呢，將會喺今晚嘅1點就上演㗎啦。荷蘭呢，就上一場就2-2打和咗日本啦，瑞典呢，就5-1全取3分啊，對住突尼西亞。我哋對賽往績嚟講啊，咁都係多波入嘅。最近嗰6場啊，都係2球或以上嘅賽事嚟㗎。荷蘭上一場就2-2和咗日本啊，佢哋嘅進攻係有一定嘅質素，但係防守啊就唔係以前咁滴水不漏啦。最近就失波頻頻啊。近13場嘅賽事啊，有8場係2.5球大波，其餘5場呢，有4場總入球係去到2嘅。剩低嗰場就係0-1輸波嚟嘅。至於對手瑞典啊，外圍賽就踢到一劈屎，完全爭取唔到入場券。佢哋因為歐洲國家聯賽啊，踢得好啊，先可以得到附加賽嘅資格。喺附加賽嘅時候啊，突然間甦醒，贏咗烏克蘭同埋波蘭，殺咗入嚟世界盃啦。瑞典嘅一對前鋒啊，阿仙奴嘅約基利斯同埋利物浦嘅伊沙克，近期嘅突然間狀態大喐啊，入球連連啊。今日對住狀態麻麻地嘅荷蘭，似乎都有機會數到戶嘅。你波盤又點睇呢？呢個外圍呢，就做緊荷蘭讓0.1嘅，大細中位數呢，就做緊讓2球半3球啊。至於香港馬會呢，就荷蘭清一色讓球主客和讓1至到讓3啊。讓球呢，就做緊讓0.1同埋讓1球。至於入球大細中位數呢，就做緊2球2球半至到3球半。基本上每一場都係咁樣開㗎啦。單邊大細啊，就各開咗3檔啊。荷蘭就1.5開到3.5，瑞典呢，就由0.5開到2.5啊。瑞典0.5大波其實都可以諗得過㗎。但係得1.42就真係唔吸引咯。至於同組嘅另一場比賽啊，第2輪嘅第2場比賽，突尼西亞對住日本就會喺晏晝12點上演㗎啦。呢場波啊，相信各大嘅商場啊都會有好多香港人會關注呢一場賽事。我哋嘅對賽往績啊，都係單邊食蛋為主嘅。日本贏過3次，突尼西亞贏過1次嘅。都係贏2球或以上嘅。踢完第一輪輸咗俾瑞典5-1之後呢，突尼西亞就炒咗個教練。今晚會唔會有好轉呢？真係唔知啦。啲戰術上面可能都唔一樣。突尼西亞呢個突如其來嘅炒教練啊，真係摸不着頭腦啊！踢咗1場之後突然間炒，都係世間罕有嘅賽事決定啊！不過呢，佢哋防線呢就真係麻麻地嘅啫，唔係好穩陣嘅。今晚守唔守得住日本隊呢？至於日本隊啦，佢哋第一輪呢就打和咗荷蘭2-2啊，入到2球波，我哋2度落後都可以和到嘅，都幾厲害。同埋佢哋入波嘅頻率呢都相當之高啊！最近每一場都入到波啊！波盤方面呢，就全世界都做緊日本讓1球嘅。至於入球大細中位數呢，就做緊2球2球半嘅啫，偏細嘅。馬會啊都係讓球主客和做緊-1至到-3。讓球方面就做緊讓1球、讓1球1球半嘅。至於入球大細中位數呢，都有做緊2球2球半至到3球半呢個標準嘅配置啦。至於單邊大細，突尼西亞就做緊0.5球同埋1.5球。日本就做緊1.5、2.5、3.5 3檔嘅。可以考慮下日本嘅1.5大波啊，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嚟嘅。突尼西亞就有炒教練呢個消息啦。日本呢都有久保建英呢，隨時都係收咗呢個世界盃 league 㗎啦。佢隻膝頭哥呢就受傷，起碼要唞3個禮拜。睇下佢會唔會有日本有機會入到淘汰賽，令到佢有機會復出呢。但係未計佢復操要幾耐嘅時間喎。喂，今日就係咁多啦。呢就係推咗荷蘭嘅2.5球大波啦。同埋日本讓1球嘅上盤。
咁希望今日唔係斷一關啦，希望可以將啲錢袋袋平安啦。咁如果你係第一次聽觸礁啊，我都歡迎你訂閱呢個頻道，咁啊撳埋個鐘仔，咁啊下次可以有片就即刻通知你啦。不過 YouTube 嘅通知呢都非常之慢，有時去到第二日都未通知到你嘅。咁啊我就建議大家都可以 follow 埋 Facebook 嘅觸礁，咁啊嗰度嘅通知就會快好多啦。同埋有啲咩派彩快啊，或者賠率變動啊，轉咗盤啊，我都可能會喺嗰度通知大家。咁仲有啲突發嘅投注啊，都會因為錄唔到片而係出喺嗰度噶啦。喂，咁今日就係講住咁多先啦。希望聽今晚啲波啊，即係荷蘭同埋日本呢一組啊，都會有大成交嘅比數交收啦，咁先有機會贏到錢噶嘛。咁今日就係講住咁多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